来，俗语讲了好。伫咧下课休息的时阵，有一位同学呢，是按美国交换学生来台湾的，叫做小布。伊就准备咧跳舞，互大家看。跳这什么舞呢？就是伫咧街仔顶会跳的舞，叫做街舞。我是小布。对啊，袂，毋过咧跳到一半，熊熊哦，伊巴肚就安尼摸咧，就像个足疼足痛苦的模样，毋知影发生啥物代志，咱家己看落去。我是小布。你是安怎？救人啊！哈？救乌人啦！救班长，这边老班长，哎，要叫老师来。小宝吼，伊昨暗食一个过期真久的便当啦！叫你救人！下过期的便当，你找你爸妈还啦！莫怪你巴肚嗲啦，介重啊！哇，紧甲伊跟去这个员工中心，好不？我对。我查某囡仔呢，班长。安怎？亲爱的爷爷，嘿，对，班长，安怎？NQ，敢有比你该用啊？你看。喂，你上用尔，你上那烂咧。班长，你还知我上用啦？紧啊！哦，来啊，来去健康中心哦，你看要等啦。哦，你出来啦，娘啊！上课啊！老师好。站起来！好，起来。站起来！肚子都起啊！站嘞！老师好。各位同学大家好，阿姐，你来看串串。拄只，好，已经找刘德华啊。迄个今仔咱要上数学课吼，因为你，我想困。安尼，点一个。这走倒。哎，老师，歹势啦，这个乌人啊，拄只伊巴肚嗲啦，人无爽快啦，所以啊，这个爷爷甲伊跟去健康中心，有困一你讲好啦。是安尼啊，小布吼，伊就是讲顶礼拜吧，还是2礼拜前啊，买一个便当，无食了，就想讲昨就想讲省钱，莫搁买新的啊，甲迄个甲伊搁摕出来，搁食一摆，头拄仔就巴肚疼。无啦，主任，我头先安尼讲啊，你听无？是啦，毋是啦，有啦，班长头拄有讲啊。你拄有讲？你拄在讲啊？你拄是这个意思吗？对啊。无你搁讲一遍。迄个乌人，拄只巴肚嗲，惊甲要死啦，人无爽快，所以咧。爷爷，现在就是水当当的爷爷，伊家乌人去一个健康中心，去要困一个。对啦，安尼。唔是用讲的啦，班长你敢听有？讲。有啊，我听有啦。你叫我班长哈？我班长。你是咧会多？班长的边仔的老师啊。你有听有啦，我以后你这意思我了解，我小整理者，意思讲这个这乌东巷呢去食到迄个便当伊食无了，放伫冰箱内底，冰过来当安尼欠，佮摕出来食，食一个煞不肚疼，对啦，你家己带去健康中心，毋是用光的哪落害啊咧？对，这代志哪样呢？迄个物件放遮久，哪会价值啦？伊听拢安尼啦，我一直甲伊讲袂当吃歹去的物件，毋过伊拢毋听，因为伊想要升级啊。你讲好啦。伊讲吼，伊定定甲小布讲，莫搁去食迄过期的物件，迄叫过期，毋是过期的物件啊。听起来像飞机，过期的物件，伊拢无要听啊。我听无你讲啥？过期吼，过期就是腰过头的，这叫做过期。
桂旗甲桂枝差一音差真济。贵基，嘿，桂旗爱念桂旗吼，是讲你大家算真敖啦，吼，安尼完全会当了解啊啦。哎哟，哪有人安尼讲啥物物件呢？过遮久啊，搁咧食，这真正是吼，哎呀，牙低头白心肝。够第一句小句哦，准备落去。来检一个。啊？你起创啊？伊要讲话啦。这个乌人啊。你拄仔都无起来啊？快点。好，站起来。唔免啦，我想问下，检一个啦。老师，拜谢啦。拄则一个乌人啊，伊人无爽快，巴肚痛。你讲。小宝啊，伊就是讲，就刚进前迄便当吼，买一个吼，就过期足久的啦，想讲省钱啦，家摕出来家食好了，巴肚痛啦。这过期物件哪会使食啦，对无？啦，我巴肚嘛足掉啦，我嘛要紧。你都无起，你才过期物件就袂使食嘛。我拢安尼甲你讲啊。你讲好啦，你讲。伊讲伊拢甲小宝讲，莫安尼黑白食，巴肚会痛。对啦，迄就袂使安尼嘛。迄过期的物件，迄个食根本是低头唔过过本机。嘿，家己拍一波咧。来，开。喺你健康中心咪等啊？好，我等，我是饭桶。啊？你是饭桶？我是饭。你两个今仔摇着，我就感觉足敖的啊。拄啊，迄个情形就是讲，伊食着迄便当唔甘迄个，搁放喺冰箱咧，加过来讲了，搁摕出来食，所以食一个巴肚痛。咱第一句小句讲，即款情形叫做牙低头白心肝，这第一句。第二句叫做低头唔顾本机。因两个应该会相无啦吼，但是黑白腰无紧。来，感觉即个情形是第一句来，请举手。牙低头白心肝就小可自残的感觉吧。自残。我黑白腰的，食一个超生的便当，毋是小可自我虐待，迄种感觉，虐待。自我虐待，你拄仔讲自残啦吼。低头唔顾本机，举手。你两个好两个。我无啥听有啦。你听无啥？你解说互我听啦。你讲的我搁解说互你听，就是讲低头，哎，迄边来解说啦。低头母啊？唔是低头，迄个好，老师你讲啦，对。对讲。你嘛会去啊？咱牙低头吼，光是讲遐有杂草，咱牙低头甲清咧。所以牙低头有一个清理的动作，所以咱牙低头白心肝就是咩啦？清心，意思是讲一寡代志拢解决等煞，啊结果无啥物工好挂入的，所以自由自在安尼啦，迄叫较清心啦。啊，牙低头白心肝是清心，啊若低头毋顾本机，另外一句讲话是讲迄落低头毋顾阿无能，这为咱中原的普渡风俗来讲起吼，迄叫孝歌。中原普渡时阵，咱会摆出个物件来祭拜这个好兄弟啊，迄叫孝歌。即摆拢用来讲，即个人作歌，即讲哦，你孝歌。啊，因为中原普渡物件是会当唱的哦，迄叫唱歌。所以有时话拜，因为低头甲阿母两什么人计数较悬？阿母低头啦。低头上贵啊。无，咱讲低头的时阵，你唔通安尼记。你是低头。低头一定比阿母人较贵的啊！系啊，我当做是低头诶，剃头，剃一个头衫，你个烟头，所以变咧咧祭拜过程当中吼，啲大人惊迄低头去互摸去，因为当抢啊，所以叫囡仔去顾，结果囡仔顾算吼，家母现在讲，哇，我阿两我有顾，结果低头去互摸去啊，所以变做重要代志无顾，啊算无钱买药啊，有钱买观察，这是真奇怪的代志啦。所以若讲规个咱讲起来是讲吼，伊伤欠钱，无顾着家己的健康，所以这条答案应该是低头唔顾本机。厉害！陈老师，你拄仔讲着唱歌，大家知影啦吼，迄是一个民俗活动嘛。孝歌要安怎写？咱的友好是大人，即摆友好这个好兄弟啊，因为作者咱的好兄弟，咱是往生的长辈啊，所以嘛是这个孝。啊，歌是这个歌字嘛，是不是？对，孤魂野鬼哦。所以今天学着两字啦吼，啊，你是孝歌错，是其实这个意思吼，孝歌，啊，个拄则解说吼，来，甲你拍一波来，谢谢。